各位朋友，我係世紀21裕田地產蔡生 Raymond， 而家同各位介紹呢個筍嘅放售盤係大埔太湖花園。太湖花園合共有2期，共15座，單位有2476伙。而家介紹呢個筍嘅放售盤係第2期，入伙日期係1994年，發展商係信和地產。太湖花園係大型屋苑，會所設施，交通方便，近港鐵站，民生設施應有盡有，附近有好多食肆，有會所設施。而家介紹呢個筍嘅放售單位係第2期，實用面積435尺，2個房。事不宜遲啦，而家同各位參觀呢個筍嘅放售盤。首先，我哋睇睇呢個單位嘅大廳。大廳係左右分明嘅2個廳，業主提供咗部冷氣機。廳窗係落地玻璃，景色開揚，座向冷。我哋睇睇呢個單位嘅廚房。廚房業主提供咗部煤氣爐、抽油煙機。我哋睇睇呢個單位嘅主人房。主人房業主都提供咗部冷氣機。房窗開揚，窗外景色宜人。我哋睇睇另外一個房。客房業主都提供咗一部冷氣機，另外呢，一座大型嘅企身衣櫃，房窗都係開揚嘅。我哋參觀呢個單位嘅洗手間，洗手間有窗，明廁。業主將原本嘅浴缸改咗為企缸。如果各位朋友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麻煩聯絡世紀21裕田地產，世紀21裕田地產。多謝各位，多謝。